約翰福音第12章。彈果節前6日，耶穌到伯太尼，就是拉撒路那個地方。耶穌實在那位和拉撒路復活。在嗰位有人請耶穌食嘢，馬太天數招待，拉撒路留其他嘅人客，同耶穌共下坐席。那時，瑪利亞拿一竿半斤重極寶貴嘅純拿塔香油，來過耶穌嘅腳，又用自家嘅頭腦磨出，屋度就充滿香味。耶穌嘅一個學生，就是愛出賣佢嘅加略人猶太講：讓把唔拿啲香油去賣300億元錢，來本窮苦人呢？佢講呢個話，並唔係真正關心窮苦人，係因為佢係車咧，佢趕錢，常常頭腦公款，仲係耶穌講：要猜忌，但係佢留下來為到安葬危嘅日用嘅。窮苦人常常同伊哋窮下，仲係危唔係常常同伊哋窮下。一大群猶太人聽講耶穌在伯太尼，就到佢嘅位去，佢哋唔單槍係為到耶穌去，也係想愛看耶穌和佢對死犯上嘅拉撒路，所以佢哋祭司長就計謀愛連拉撒路也窮下辭吃，因為千多猶太人為到佢嘅緣故離開佢哋去信耶穌。第2日，猶太村到耶路撒冷過節嘅人聽講耶穌愛入城，佢哋就拿定總書記出去迎接佢，大聲喊講：和散那，頌讚上帝，願上帝賜福本嘅奉主名來嘅，願上帝賜福本以色列嘅王。耶穌尋到一隻細利嘅企上去，就像聖經所記載嘅：錫安上嘅子啊，唔是驚，看哪，你到嘅君王佢等細利來咧。嗰時，嘅學生冇了解呢事情嘅意思。到耶穌得到陽光以後，佢哋正想到聖經嘅話，就是自己講嘅，佢哋也真經照所預言嘅行。耶穌和拉撒路對死犯上，對墳墓出來嘅事，佢哋在場嘅人繼續將所看到嘅事傳開來。也就是有很多人去迎接耶穌嘅原因，因為佢哋聽到佢所行嘅呢神蹟，法利賽人就彼此講：我哋所做嘅全無效，看啊，全世界隆重聽佢去咯。這其中，到耶路撒冷做禮拜嘅人當中，有啲希臘人，佢哋來見加利利嘅百歲大人腓力，要求佢講：先生，我哋想去見耶穌。腓力去留安德烈講，兩個人就共下去留耶穌講，耶穌應講：人子得榮耀嘅時節到嚟，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一粒麥嘅無落在泥土來死，還係一粒，那係死體就會結子多多。錫自家生命嘅人會失落生命，甘願犧牲自家在這世間嘅生命嘅，佢嘅生命反轉會保存到永生。愛服侍我嘅人就愛聽我，我在那位，我嘅僕人也愛在那位，服侍我嘅人，我爸一天會重用佢。呢下我嘅心清少，我愛講乜嘅呢？我敢愛求阿爸叫我脫離呢個世界嗎？總係我就係為了來嘅，一天愛經歷呢苦難嘅世界。阿爸啊，願你榮光你嘅名。當時有聲音對天堂下來講：我已經榮光我嘅名，還愛再榮光。其在隔壁嘅眾人聽到呢個聲，就講：打雷公咯！也有啲人講：喺天使老佢講話。耶穌老佢哋講：呢聲音唔係為到我，係為到你哋來嘅。呢下呢世界愛受審判，呢下世間嘅統治者會本上帝捉走嚟。我自家本人對地上卡起來嘅事，會吸引萬人來歸我。
佢講呢個話係自己自家為樣板時講嘅，眾人應講。我哋嘅法律，老我哋講，基督係永遠長存嘅。而樣板講，人子一定愛本人徛起來。呢人子係乜人呢？耶穌講：講在你哋當中嘅時間無結局咧，你哋愛幹還有講嘅事繼續行，免得烏暗捉到你哋，因為在烏暗中行嘅人唔知佢會去到哪位。幹你哋還有講嘅事愛心也講，好俾你哋成做講明嘅人。講了呢條話，耶穌就離開佢哋扛起來。佢雖然在佢哋面前實行千多神蹟，佢哋還係唔信佢，也係愛應驗先知以賽亞所講嘅話。主啊，有乜人信我哋所傳嘅道理呢？主該可能對乜人顯明呢？所以佢哋無法信，因為以賽亞也實講，上帝使佢哋長命，使佢哋硬心，免得佢哋嘅目珠看得到，佢哋嘅心明白。所以上帝講，佢哋唔會轉向我，來本我醫好佢哋。以賽亞講呢條話，係因為佢看到耶穌嘅榮光，自己來講嘅。雖然按樣，猶太人嘅領袖中也有好多信耶穌嘅，仲係因為驚法利賽人唔敢公開承認，免得本人腳出非堂。佢哋愛得到人嘅稱讚，贏過愛得到上帝嘅稱讚。耶穌太上險講：信我嘅唔單止係信我，也係信嘅差我來嘅；看到我，也係看到嘅差我來嘅。我做講來到世間，係愛本所有信我嘅人唔會黑在烏暗中。嘅聽我嘅話唔遵守嘅人，我唔會審判佢。我來嘅目的唔係愛審判世嘅人，係愛拯救佢哋。而且我唔接受啞話嘅人，是要審判佢嘅。在萬日，我所講嘅道理會審判佢，因為我唔係靠自家嘅權柄來講，反轉係差我來嘅阿爸命令我講乜嘅，傳乜嘅。我知佢嘅命令會帶來永遠嘅生命，所以我所講嘅就係照阿爸老我講嘅。